Gaki with tapioca，最重要就是 tapioca 了。错啊，其实哦，亚布的哦，饭店顶我个董事行啊，就咖喱用个客家凤米擂茶，你个唔会茶哦。很不错，重点是 making myself is better。错啊，这个做的哦，清完型。home baking。啊，home baking。要不要痛诶？OK。系啊，做饭店清汤药做的啊。Brown sugar 呀。清汤药嘅。英国版的。这些够吗？差不多了啊。按你哦，石头就准备都差不多了啊。你要做这准备哦，做去做个客家擂茶饭宴。好啊，走。懂期待呢。我也是。好嘞，家石头就准备好了哦。有黑糖胡同，还有太白粉。阿公啊，是嘞哦，这个做个清碗型。没错。Making it myself is better。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因为呢，像黑糖啊，就这样加1匙半，然后呢，这个加6匙，按照步骤就 OK 咯。没啊，那大嫂你的披风都一样的话，那味道不都一样吗？重点是自己做 by myself， 心意。哦，这个做个清碗型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准备加热。变大火。让它沸腾。滚了，快，趁热，把它倒到太白粉里面。倒进去。对。赶快搅拌。交给你。看起来有用的啊。不错哟。看起来有用的哦。我们可以开始来搓粉圆。你看圆不圆？哦，你看哪个？哎呦，珍珠哦，有进步哦。这个这个东西清碗型。重点是 by myself。量应该够了。好了，煮喽。开始煮了哦。这个做给哦清碗型啊。Making it myself is better。你觉得我们明天呢，大概要做几杯啊？明天哦，如果我去推销的话，生意应该是不错。所以来个100杯。今天晚上可能不要睡觉了。虽然讲哦，这个做饭也动忝，但是 making it myself is better。错啊，这个做个清碗型。